天顶的喜游老天地，contigo siempre quiero estar。天顶的喜游老天地。不是啊，应该是像我们台湾一样进来，在那边6排。我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在唱歌，唱歌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没有唱歌对我来讲会生病。所以一旦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就看到我拎着行李，就说以后我要出国。我就跟他讲说，不是，我现在开始要当一个 Superman， 就找一个地方换了我的服装这样。严格来讲，我是从16岁就开始唱歌，那是在国外。因为我9岁的时候就到了中南美洲，到了巴拉圭。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一个不同的音乐的感受，因为我们客家音乐从来也没有人尝试过说用这个拉丁的风味来套在我们的客家歌里面。首先，我带来一首我自己的自创曲，歌名叫做《杜东亚扎马吉无奈何》。吃多几个食材，还有拉波佐、熟生意，还有马萨比，还有卡耶沃。摩提给香啊是跑铁看，我给风冲过，摩萨黑你夹夹爱你喏，嘟嘟呀咱马去莫奈何，是我一个白比你爱给。变错都冇求哟，上次我不你路多，为什么难哟？就算经风冲个面膜奈何，卖黑老的也个妹，好兄弟。吃到这个食材，还有拉波佐、熟生意，还有马萨比，也有卡耶莫纳。摩提给香啊是包得看，我给风冲过，摩萨黑你夹夹爱你我，嘟嘟呀咱马去莫奈何，什么你打败必定爱给。嘟嘟呀，咱马去莫奈何。
都冇强用，冇强用，买嘢买老你强哈，会好用的运作。主动甲嘅世界变错，都冇强用，冇强用，买嘢买老你强哈，会好用的运作。那我大概唱了30年的这个唱歌的生涯，然后在餐厅里面前后也唱了大概20多年。我在1996年的时候，那时候就组了一个乐团，叫拉丁这个 Montunos 拉丁乐团。那时候拉丁音乐在台湾并不是那么的盛行，所以那时候唱歌的时候，就甚至有观众在直接跟我们讲说，麻烦不要再唱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听不懂。然后瑞奇马丁 Ricky Martin 在1997年，因为那个世足，他的那个主题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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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累阿累阿累，所以那时候不得了，那所有的观众都要求我们唱那首歌。所以那我记得那时候在1997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997年跟1998年的那个过程当中，大概前后唱了1000次。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的拉丁的音乐就正式开始我们在台湾这边风行起来。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客家跟拉丁结合在一起啊？其实有时候这个一讲到这个，我就很多话可以谈，但是我想简单的说，其实我觉得客家需要灌入一些快乐的气息在里面。撒下来，堂堂看，耳朵客家平板很用的，都有带有安尼啊，拉丁的。恰恰的感觉，好，谈谈看哦。心
其实我觉得在客家音乐跟我们的拉丁音乐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讲说类似的地方。我们就举例来讲，其实我们客家音乐啊，比较属于一种在传统音乐来讲，它跟劳动这方面有结合。这个劳动这部分呢，其实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他们多了一个就是节奏，鼓乐。但是鼓乐一出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用随性的方式，在表达他们对于今天的工作的那种感觉，今天的这个他们所遇到的事情，用调侃的方式，或是这个讲得非常有趣的方式来表达。唱歌的时候又很喜欢跳舞。看到这个客家音乐，我总是觉得有一个拉丁的影子在那边。拉丁音乐，其实在台湾这边算是一个小众的音乐。拉丁加上客家的时候，那个范围又更小了。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希望说做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能够让大家一听了就这个像一首洗脑歌那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带来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天爱来》。才呀一生气，朋友是莫分 ABC， 我呀还多些，來做朋友莫歹勢，天頂啊腳步向前行，大家來從快樂過誒。珍惜，天顶的喜有老天地，天爱来，天爱去，我们一世独死，等一年又一年，困眠了也是个时候。I always wanna be with you。变都莫好笑，烦恼的时候莫去插，天顶的喜有老天地，天爱来，天爱去，我们一世独死，等一年又一年，困倦了也是个时候。Digo siempre quiero estar。
刚才听的那个是类似像哥伦比亚的一个歌迷啊，哈，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做得梦》。做得梦呢，这条歌呢，就是利用两种的风格，哈，一种音乐叫做 Bossa Nova。Bossa Nova 是巴西的一个非常优柔的歌曲，另外一个就是恰恰，它带有柔，也带有刚，那种感觉非常的很有那种舞劲儿，你准备要跳蓄势待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做得梦》。
好，我现在要喝的这个就是巴拉圭的他们的饮料，叫做德雷雷，或是叫马黛茶，我们台湾叫做马黛茶。那我喝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喝，同样的杯子，同样的吸管，啊，增进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Gracias, Tito. 我们认识了30多年了，他就是 Roberto Sayas， 他是巴拉圭的国宝级的一个吉他师。我真的这次出了一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就是客家音乐，你觉得是对的吗？还是说你觉得我应该唱拉丁歌曲？我觉得做音乐没有对或不对，可是你做这个专辑是最棒一个fusion of music， 有 Latin 的节奏，然后有哈卡的话，这个非常特别。我其实想到巴拉圭，就想到一个巴拉圭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家 Demetrio Ortiz。Oh, yeah, sure. Probably the greatest composer. He developed the rhythm of guarania. He wrote probably the most beautiful guaranias in Paraguay. Yes.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guarania, Demetrio Ortiz, there is one song that probably you know better than me, Recuerdos de Ipacaraí， 是一个湖的一个回忆。我把这首歌 make a new composition. 我们 going to sing the song is called 感情线，感情线 ，OK？ Yeah, sure. 出门用放开，来牵一条感情线，去有深有浅，透年的心田。창문 더 midnight， 街张顺重烟。很黑干夜，等候青烟。寒夜夜公走，路到一条海水边。很相爱心头，故事思念。上记得年梦帮一眼。人生路途美，变幻万千，将爱记得，心爱相连。¿Dónde estás ahora, cuñata ahí? Que tu suave canto no llega a mí. ¿Dónde estás ahora? Mi ser te añora con frenesí. Tonito Fonso, ya黑一黑，不爱慢慢行动，你给头前，多了关乎喜喜，爱为了你来两手牵。Y con el embrujo de tu
tus canciones y va renaciendo tu amor en mí. Y en la noche hermosa de plenilunio de tus blancas manos sentí el calor que con tus caricias me dio el amor. ¿Dónde estás ahora, Cuñataí? Que tu suave canto no llega a mí. ¿Dónde estás ahora? Mi ser te añora con frenesí. 모두 기도전칭 뒤야스게 붕알만망항도 니게 되오치에 령수겐델라데 나의哎，你觉得我唱的这个客家的感情线，你觉得好听吗？ Well, to be honest, To be honest. to be okay. honest, my friend, I don't understand Hakka. So, Don't worry. you know, I don't Sooner or later. understand. Yeah, in your album, I didn't understand also Ajá. the language. Same like now in Recuerdos 啊， de 听起来会不会 Pacarey. 怪怪的？ No, 不会啊。哦，不会哦。我觉得很好听呢。The language is very nice, very beautiful. It match perfectly. No problem. 我们讲到这个刚才这个拉丁的东西，我们来谈谈一下这个拉丁音乐。早期有一个节奏，大家一听就知道，叫做恰恰恰。 In Latin music, the rhythm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we have many influence, like the Afro. African. Yeah. For instance, instrument like this. This is like Afro too. Afro too. Yeah. And congas, bongos. Yeah. Okay. It's a very important instrument for music from Venezuela or the Caribbean area. Little instrument, but it's very hard to play and can do a lot of different rhythms. Yeah, very fast. Yeah. Like this. Yeah. You got it. 啊哈。OK，我们等一下就来示范一首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2首曲子，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主曲，歌名叫做《Perfidia》跟《Quizás》。 Nadie comprende lo que sufro yo. Canto, pues ya no puedo sollozar. Solo temblando de ansiedad estoy. Todos me miran y se van. Si puedes tú con Dios hablar,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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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zás,听听嘅喜要留段意。9岁到移民到这个巴拉圭很辛苦，我觉得爸爸妈妈在那边，语言又不通，文化又不一样。我对于这个移民这东西啊，是又爱又怕。那么在19岁的时候，在巴拉圭那边唱了这个歌唱比赛，得到了这个名次的时候，当然就这个也奠定了我日后这个唱歌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涯。所以沙哈伦呢，然后带来一首董后堂一条歌，很多人爱人大陆for爱人小抄，这就是一首我们当初移民到中南美洲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写照，听听看。
听转奏，困没啥黑慢你用办公，莫擦其他，什么的都做得那样好过，做梦一同是最死的疯狂，什么可多过三当红，呀妹妹啊，可以哦，呀人生主诶，我什么做事，一诺一打落呀，我一手做，我比怕起嘅，爱没空用，来到你家有，匆匆呀跳过，来开空下来走。做梦一同是最死的疯狂，想起多过三当红，呀妹妹啊，可有？呀人生中嘿，为什么做事？因为你打落呀，我你小错，我比怕起嘅，爱没空用，爱到你加油，匆匆呀跳过。我一半的时间是在拉丁美洲，一半的时间是在这个台湾。我就由这样子的音乐来表达我对这个拉丁美洲跟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两边生活的这样子的一种写照。其实我两边常常飞来飞去，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故乡在哪里。这也是我在创作音乐的过程当中，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一个答案。真正的梦撒野，口白也无阴天，了侬爱长相的思念，长长的海水边，可怜也点水面，还梦想送主爱离别 Goodbye My love 海白后是再见，长长金的世界，我送到行的夜，慢慢看世事改变，不还记得我今日顿点的地方，不像是老旧铁棍的地方，时间顿点莫再讲。怎样牵痛，听听你的你的胸。真正的梦撒野，口白也无阴天，了侬爱长相的思念。长长的海水边，可怜也点水面，
相送阻爱离别 Goodbye my love 害怕后事再见长长近的世界算多行记的慢慢看世事改变还记得无今早顿点的天空不像是落脚黑困的地方时间顿点莫再